感谢丁磊。好的，那么有请我们艺术的老师们闪亮登场，各位抓紧找好机位。接下来展示的就是我们前面跳的就是我们名副其实的艺术遗物，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准备的就是很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艺术锅庄，也是所谓的这个偏向于全民监视、大众人接受的这一类。好，大家都可以参与啊！把队形拉开。哎呀，谁在放这个？太感谢了，凉快啊！有风扇嘛，无人机的，有风扇也吹风嘛。队排好吧，然后呢，各位也可以参与，这些动作是比较简单的，容易接受的。太舒服了，这个空气的，这里干了吹风嘛，好的，不会。好，音乐可以放了。
谢谢各位老师。那么今天呢，其实由于